2011年，那場轟動整個華人娛樂圈的風姿分辨，如同當年被謝霆鋒摔碎在舞台上的那把吉他，碎裂得鏗鏘有力。餘震卻在往後的15年裏，時不時地透過細碎的裂縫滲出寒意。彼時，外界給張柏芝貼上的標籤是貪婪與失控，而謝霆鋒則在經紀公司精心策劃的公關戰中，穩穩戴上了隱隱好男人與慈父的面具。時間是一把殘忍的手術刀，也是一塊試金石。15年後，隨着謝賢的離世，一份被刻意隱藏了15年的遺囑曝光，緊接着一段據稱是張柏芝在離婚當天錄下的完整對話錄音如驚雷般炸響。人們這才驚覺，當年那場看似張柏芝跪求復合、謝霆鋒壯士斷腕的離婚大戲，背後竟藏着一個令人脊背發涼的真相。所謂的放棄20億求饒，不過是謝霆鋒為保存自身形象與王菲未來而精心計算的止損點。而那個被全港媒體塑造成瘋女人的張柏芝，手裏握着的錄音，足以讓謝霆鋒經營多年的深情人設一夜坍塌。這卷錄音的出現，就像一顆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漣漪不僅重新攪動了三人之間沉積已久的恩怨，更讓所有曾指責張柏芝拜金的輿論開始一點一點地逆轉，直到將那個沉默寡言的謝霆鋒推向了懸崖邊緣。時間倒回2011年5月，那架從台北飛往香港的頭等艙裏，張柏芝與陳冠希的一張自拍，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者說是給了謝霆鋒一個千載難逢的解套藉口。當時的香港媒體幾乎一面倒地引用知情人士的爆料，指責張柏芝貪得無厭，不僅榨乾謝霆鋒的拍戲酬勞，甚至連票朝廷的股份都想染指。這些猛料的源頭後來被證實大多指向一個人，謝霆鋒的經紀人霍文希，以及與謝霆鋒母親狄波拉關係密切的電台名嘴查小欣。張柏芝在那段塵封的錄音裏，聲音帶着一種近乎絕望的平靜。他回憶道，就在離婚協議簽字的前一晚，謝霆鋒還在家中若無其事地打電玩，對蹲在角落裏哭泣的他視若無睹。而當他質問為何要對外放料污衊他貪錢時，謝霆鋒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那你講我試試看，我鋪了這麼久，已經搞到你形象那麼差，看看大家相信誰。那句冷到骨子裏的話，徹底消滅了張柏芝對這段婚姻的最後一絲留戀。他並不是沒有想過反擊，只是每當看到懷裏不滿2歲的 Quintus 和懵懂的 Lucas， 他便知道這場仗還沒開打他就輸了一半。因為謝霆鋒算準了他的軟肋，孩子。為了兒子的撫養權，張柏芝在離婚協議上簽了字，放棄了平分謝霆鋒當時估值約莫3億港幣的婚內財產，只要求2個兒子的撫養權。這個數字對於普通人來說是天文數字，但在謝霆鋒當時已經開始急速膨脹的商業帝國面前，不過是九牛一毛。然而，真相遠比表面看到的更加複雜。外界盛傳謝霆鋒身家高達20億，張柏芝的分手費豈止區區3億。根據後來陸續被深挖的法庭存檔與信託文件顯示，謝霆鋒的商業帝國遠比公眾認知的龐大，但他通過極其精明的財務手段，將大部分資產設立了婚前信託基金，將王菲與未來可能的家庭生活都算計在了其中。而張柏芝能觸碰到的，只有婚後那5年裏謝霆鋒名下的流水與房產。錄音裏透露了一個更令人心寒的細節，就在離婚當天，謝霆鋒的律師團隊曾拿出一份補充協議，要求張柏芝放棄日後以任何形式追訴謝霆鋒隱瞞婚內資產的權利。作為交換，謝霆鋒願意將原本應由2個兒子繼承的基金份額從每年固定支取改為信託鎖定，確保即使張柏芝破產，2個孩子也無法動用本金。這份看似保護兒子的條款，實則是謝霆鋒給自己買的一份終身保險。張柏芝在錄音中哭着說，他連兒子都要算計進去，他怕的不是我分他的錢，他怕的是我拿錢去打官司，把他的真面目揭穿。他急着離婚，急着擺脫我，因為王菲那邊已經等很久了。他說到這裡時，錄音裏傳來紙巾摩擦的沙沙聲，
還有小孩隱約的哭鬧，那種身處絕境卻還要強撐着照顧孩子的無力感，隔着15年的時光依然讓聽者心頭抽緊。王晶作為與兩人都有過深度合作的導演，曾在後來的訪談中隱晦地印證了張柏芝在片場的歇斯底裡並非無理取鬧。2009年拍攝《無價之寶》時，張柏芝母性大發，在片場親手做飯給童星們吃，但她一邊炒菜一邊對着電話痛罵謝霆鋒的場景，讓所有工作人員噤若寒蟬。王晶當時就斷言，兩個人性格不合，如果天天這麼罵，婚姻很難維持。但他不知道的是，張柏芝的憤怒源於謝霆鋒已經連續3個月以拍戲需要安靜為由，將他和2個孩子隔離在香港的公寓裏，自己則住在劇組附近的酒店。錄音中，張柏芝的助手曾試圖搶過電話，勸他冷靜，但張柏芝近乎崩潰地喊道：你知道他對我說什麼嗎？他說看到我就想起那些照片。他說他過不去自己那關。可是當初是他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諒他，說他和王菲只是逢場作戲的。這裏的照片指的正是2008年那場席捲娛樂圈的風暴。當年在艷照門爆發後，謝霆鋒曾公開牽起張柏芝的手，塑造了患難見真情的完美丈夫形象。可張柏芝在錄音裏撕破了這層畫皮。事件發生後，謝霆鋒確實沒有提離婚，但卻開始了長達3年的冷暴力。他不僅將兩人的臥室換了鎖，甚至在家中安裝了監控，美其名曰保護孩子安全，實則是不願與張柏芝同處一室。那3年裏，謝霆鋒回家的次數屈指可數，即使回家，也是把自己關在遊戲房，對哭鬧的兒子視若透明。張柏芝說：我就像他養在籠子裏的一隻鳥，他對外展示他對鳥有多好，給他吃的喝的，但只有我和那隻鳥知道，籠子是帶電的。這個比喻後來被無數網友轉載，因為他太過精準地描繪出了那段婚姻裏令人窒息的冰冷。謝霆鋒在外出席活動時依然能夠談笑風生，提到太太時滿口稱讚，可回到家裏，他連一個正眼都不願給那個為他生了2個兒子的女人。張柏芝在錄音裏提到一個細節，有一次 Lucas 半夜發高燒，他一個人抱着孩子去醫院，打電話給謝霆鋒，對方直接按掉，隨後發來一條簡訊，上面只有4個字：在拍夜戲。後來他才知道，那天晚上謝霆鋒根本沒有通告，他只是在酒店裏打遊戲。這種鈍刀割肉般的折磨，比任何激烈的爭吵都更摧毀一個人的心智。張柏芝承認，那段時間她確實情緒失控過，在片場對工作人員發脾氣，對着電話大吼大叫，因為她快要被那種被無視、被禁錮的感覺逼瘋了。錄音的高潮發生在簽字儀式即將完成的那一刻。據張柏芝描述，謝霆鋒的律師在最後關頭提出了一項附加條款，鑒於公眾形象考量，張柏芝需要在離婚後5年內不得公開談論婚姻細節，否則將面臨巨額違約金。這正是後來張柏芝在面對媒體追問時總是欲言又止，甚至淚灑當場的原因。而謝霆鋒則憑藉這份保密協議，在離婚後迅速與王菲舊情復熾，被拍到在公寓裏深情擁吻，坐實了好馬回頭的痴情形象。張柏芝在錄音最後，聲音已經沙啞得幾近失聲。她說：他跟我說，這20億是我這輩子能給你的最大極限，但不是因為我欠你，是因為我要買回我的自由。他說如果不簽這個，他會讓我1分錢都拿不到，讓我在香港待不下去。這句放棄20億求饒的真相，原來是謝霆鋒帶着王菲的影子，向過去那段無法抹去的污點婚姻進行的買斷式切割。他要切割的不僅僅是一個不愛的妻子，更是那個曾經因頂包案躲在張柏芝家中，被王菲拋棄的懦弱少年。張柏芝最終簽了字，他只帶走了2個兒子的撫養權和一部分現金，而謝霆鋒則帶着完整的商業帝國和王菲給予的靈魂救贖，全身而退。錄音裏有一處長達40多秒的沉默，只有張柏芝壓抑的抽泣聲。隨後他說了一句讓所有人動容的話：我簽不是因為我怕他，
是因為我不想讓我的兒子長大後看到媽媽和爸爸在法庭上像仇人一樣互相撕咬。我寧願他們恨我沒用，也不要他們恨這個世界。這短短幾句話，將一個母親在絕望中的抉擇刻畫得淋漓盡致。他不是沒有反抗的能力，他手中握着這卷錄音，只要公之於眾，足以讓謝霆鋒的事業遭受重創。但他選擇了沉默，因為他知道一旦開戰，兩個兒子將被迫站在聚光燈下，看着父母互相潑髒水。謝霆鋒或許算準了他的軟肋，但張柏芝自己更清楚，那個軟肋也是他這輩子最堅硬的鎧甲。時光流轉至2026年，謝賢的離世如同一面照妖鏡，將謝家隱藏多年的家族暗湧徹底掀開。謝賢生前多次在公開場合力挺張柏芝，大讚他是謝家的恩人，甚至在遺囑中將名下約1億港元資產的90%設立為兩個孫子 Lucas 和 Quintus 的成長基金，且由專業信託機構管理，而張柏芝擁有代管權。這份遺囑刺痛了謝霆鋒的神經，因為這意味着謝賢寧願將巨額財富交給那個被他兒子拋棄的前兒媳管理，也不願直接交給謝霆鋒。與此同時，台波總裁夫人徐莉玲在社交媒體上的驚天爆料，雖然後來被質疑是 AI 生成內容或情緒失控之言，但他提到的謝霆鋒與王菲密謀逼孩子做 DNA 鑑定的傳言，卻像一根毒刺，扎進了所有圍觀者的心裏。雖然徐莉玲隨後刪文並被證實是因為喪子之痛導致精神恍惚，但 DNA 鑑定這4個字，恰好與張柏芝錄音中那句他連兒子都要算計形成了恐怖的呼應。一時間，關於謝霆鋒當年急於離婚，是否因為早就懷疑 Lucas 的身世，而所謂的好爸爸形象是否只是為了維持股票價值的投資人設，成為了街頭巷尾最惡毒的猜測。謝霆鋒沒有回應這些傳聞，但他被拍到在停車場反覆摩擦一枚舊戒指，那枚戒指正是他與張柏芝結婚時的婚戒。這一幕被他曾經的恩師王晶看在眼裏，王晶在節目中苦笑：男人就是這樣，失去了才知道有些東西是用錢買不回來的。而謝賢的遺囑中還有一個更加耐人尋味的細節，那剩下的1成資產，他指明贈予了張柏芝本人，而非通過信託代管。遺囑附言中寫道：多謝你為謝家養大了兩個最好的孫子。這句樸素的感謝，像一記耳光，無聲地抽在了謝霆鋒的臉上。一個父親寧可相信愛姓的前兒媳，也不願將財富交給親生兒子打理。個中緣由，或許只有謝賢自己清楚。據謝家的老傭人後來透露，謝賢晚年與張柏芝及兩個孫子的往來遠比外界知道的頻繁。張柏芝每個月都會帶孩子去陪謝賢吃飯，風雨無阻。而謝霆鋒因為忙於事業與王菲四處旅行，一年到頭與父親見面的次數一隻手數得過來。謝賢在去世前3個月，曾私下對老友說過一句話：我那個兒子聰明是聰明，但聰明人最怕的是沒有心。這句話如今聽來，似乎早就為遺囑的內容埋下了伏筆。而謝霆鋒的反應更是將整件事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據謝家內部知情者透露，遺囑曝光當天，謝霆鋒罕見地大發雷霆，將書房裏謝賢生前最喜歡的一件古董瓷器摔得粉碎。他不是因為在意那筆遺產，以他如今的財力，那1億港幣根本不足掛齒。他真正憤怒的是，父親此舉等於向全天下宣告了他作為兒子的不合格，同時也將張柏芝推上了謝家恩人的神壇，徹底顛覆了當年他費盡心力塑造的受害形象。而就在遺囑風波還未平息之際，張柏芝的律師團隊忽然對外發布了一份簡短聲明，聲稱張柏芝女士將於合適時機就離婚細節進行必要的說明。這份措辭謹慎的聲明被外界解讀為張柏芝手中那卷錄音即將面世的前奏。果然，不到72小時，一段長達47分鐘的音頻文件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被匿名發布。音頻內容經專業聲紋鑑定，與張柏芝及謝霆鋒的聲音特徵高度吻合。音頻一經曝光，全球華人網絡瞬間沸騰。人們震驚地發現，那個在鏡頭前永遠寡言、
永遠紳士，永遠只會用一句我愛柏茲來敷衍媒體的謝霆鋒，在私下裏竟說出了那麼多冷酷到極點的話語。音頻中除了之前流傳的片段，還有一段更為殘酷的對話。當張柏芝哭着求他能不能為了孩子再給彼此一次機會時，謝霆鋒冷笑着回答：你覺得我們之間還有機會嗎？你照照鏡子，你現在這個樣子，連你自己都嫌棄吧？王菲從來不會這樣對我。這番話裏將兩個女人放在天平上羞辱的語氣，讓無數曾經同情謝霆鋒的粉絲瞬間脫粉。而張柏芝在音頻裏的回應，則展現出了驚人的克制。她沒有歇斯底里地回罵，只是平靜地說：好，我記住你今天的話，但你也要記住，你將來會後悔的，不是因為我多好，而是因為你錯過了兩個兒子長大的每一秒。事實證明，他的預言精準得可怕。15年後的今天，Lucas 和 Quintus 與母親的親密合照隨處可見，而他們與謝霆鋒的同框屈指可數。隨着錄音的全貌被還原，一個更加令人不寒而慄的細節浮出水面。謝霆鋒在離婚當天曾明確提到20億這個數字，但他所說的並非是要給張柏芝20億，而是指他為了快速完成離婚，不惜以低於市場價的折扣急售了手中的幾處海外房產，虧損總額估算接近20億台幣。他說這些話的語境是在向律師抱怨張柏芝害他虧了這麼多錢，而非外界所傳的張柏芝索要20億。這個資訊的錯位，足足欺騙了公眾15年。當年查小欣在電台節目中繪聲繪色描述張柏芝開價20億的內幕消息，如今看來不過是謝霆鋒公關團隊對那場對話的惡意剪輯與扭曲。張柏芝在錄音中根本沒有主動索要過任何巨額數字，她唯一堅持的就是兩個兒子的撫養權和每月固定的教育生活費。她甚至在律師面前明確表示，謝先生賺的錢是他的本事，我沒有功勞，所以我不貪。但孩子是他的骨肉，他有義務負責。這樣一句理直氣壯的話，當年被媒體過濾掉，取而代之的是貪婪柏芝獅子大開口的標題，長年佔據報紙頭條。輿論的力量足以殺死一個人，尤其是在那個社交媒體尚未完全普及、傳統紙媒仍掌握話語權的年代。張柏芝的演藝事業在那幾年跌入谷底，找上門的劇本全是苦情母親或瘋癲女人，曾經的玉女掌門人成了票房毒藥。而謝霆鋒的事業卻一路高歌猛進，電影《線人》為他拿下了影帝，票朝廷的版圖從香港擴張到內地，他甚至在央視的勵志節目中擔任導師，對着台下的年輕人侃侃而談，做人要有擔當。每看到這些畫面，張柏芝都是笑笑關掉電視，然後轉身去廚房給兒子們做飯。他在錄音裏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真正的擔當不是對着鏡頭說的，是對着家裏那盞沒人等的燈說的。這句話後來被網友評為年度最扎心離婚語錄。如今，這場歷時15年的離婚連續劇，終於隨着那段錄音的完整公開，迎來了最終的反轉。張柏芝拿到錢了嗎？他拿到了，但那筆錢與其說是撫養費，不如說是他用自己破碎的名聲和15年的青春，為兩個兒子換來的生存保險。錄音的最後幾秒，是張柏芝抱着熟睡的 Lucas， 在電話裏對律師說的一句話，告訴謝先生，從今天開始，我張柏芝不再欠他任何東西，他的錢我一分都不會多用，只留給兒子讀書，而他欠我的這卷帶子會替他還。這卷帶子像一把鈍刀，緩慢地割開了謝霆鋒精心縫製的心情皮囊。公眾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年那個在鏡頭前沉默隱忍，只會說感謝柏芝付出的受害丈夫，才是真正的控場高手。而那個被拍到在片場發瘋，對着媒體失態、情緒化的單親媽媽，竟獨自吞下了所有算計。謝霆鋒放棄的不是20億，而是他用金錢和公關手段為自己鋪設的一條通天坦途。他以為只要用錢就能買斷過去，用沉默就能掩蓋冷漠，但他沒有料到，張柏芝確實沒有拿到那筆天文數字的求饒費，
可他手裏的錄音價值遠超20億，因為那是真相。這世上最貴的永遠是謊言的利息，利滾利。15年後，謝霆鋒終究要連本帶利地還清。而那兩個已經長大成人的兒子 Lucas 和 Quintus， 在看到這份錄音文字稿時，他們眼裏的父親是否還能與那個在澳洲陪他們滑雪，在杜拜帶他們看賽車的背影重合？據港媒報道，錄音曝光後，Lucas 曾悄悄將社交媒體上所有與父親相關的動態設為僅自己可見，而 Quintus 則在學校被同學問及此事時，低頭沉默了很久才說了一句：我媽媽從來不讓我們恨爸爸。這句從15歲少年口中說出的話，比任何法庭判決都更有重量。他證明了張柏芝在那些暗無天日的歲月裏，始終守住了對孩子的承諾，不將仇恨傳遞下去。這場戰爭沒有贏家，但至少張柏芝用這卷錄音為自己證了名。她或許不是一個完美的妻子，但她從未在母親這個角色上有過一分一秒的退縮。而謝霆鋒這個永遠在追逐真愛無需名分的少年，到頭來才發現他虧欠的何止是20億。那些錯過的父親節、缺席的家長會、從未輔導過的功課，以及兩個兒子眼神裏從期待到失望再到漠然的漫長過程，是所有財富都無法填補的黑洞。錄音曝光後的第7天，謝霆鋒的微博更新了一張照片，是他一個人在海邊的背影，沒有配文。評論區最高讚的留言寫道：你在看海，海在看你的孤獨。曾經那個用20億買斷婚姻，用公關戰贏得天下的男人，終究在15年後的海風裏嘗到了自己親手釀造的苦果。而張柏芝在錄音曝光後的首次公開亮相中，穿着一身白色套裝，牽着兩個兒子的手走過機場大廳，他臉上的笑容平靜而篤定，仿佛那些傷痛從未發生過。只有當記者在遠處大喊柏芝，你有什麼想對謝霆鋒說的嗎時，他腳步頓了一下，回頭輕輕吐出兩個字，算了。那兩個字裏藏着的是15年的委屈、憤怒、不甘，以及最終的釋然。算了，不追究了，不計較了，因為他早就贏了，贏在兩個孩子健康長大，贏在時間終於站在了他這一邊。而那卷錄音就像一個時代的墓碑，上面刻着娛樂圈最光鮮也最醜陋的一頁，提醒着所有人，鏡頭前的心情往往和現實裏的涼薄隔着一個太平洋的距離。